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主阮感谢了你，恳求你圣神引带带领。今日是圣神降日节，嘛是教会青少年主日。阮恳求你圣神充满伫在座，伫咱教会中间的青少年，互阮的新的一代青少年有听主、有听人的心，有传福音的使命。会当同心合意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会当同心祈祷来服侍你。愿上帝你圣神引带带领，嘛帮咱在第三场礼拜中间，因着服侍，因愿意学到你、敬拜你。伫第二场、第三场，这青少年伫正人面前来服侍，愿上帝接纳因所摆列伫面前所做一切。祝愿同心祈祷伫你面来上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根据2024年这个教会统计表、教社统计表，咱来看到这个表中间，看到目前台湾教会实际状况。是对2年前开始，咱看到这教会人数直直减少。有人讲啊，因为疫情这 COVID-19 来所以教会人数减少。这是头一个原因啊，但是呢，咱来看第二个图，聚会人数成人减少，以外青少年嘛减少。这2年的中间减少5000，差不多5000到6000人，这个青少年。咱来思考，为什么青少年会减少？这是教会全台湾的教会状况。咱讲青少年减5702个，有人在研究讲，为什么青少年会减少？有一项原因啊，就是教会的主日学到青少年中间做礼拜无同款。儿童主日学是几点？10点啊。咱的青少年华语的礼拜是9点，时间改变。主会方法嘛无同款，以前主日学真轻松，到伫这成人第2场华语礼拜无啥同款，会紧张啊，爱适应。那感谢上帝，对我开始做青少年牧师了，我甲牧师娘真注意，就是帮助这各校6年的到伫各中这状况，陪伴因来适应这第2场的礼拜。我一边看到这助理有老师真用心的，第2场礼拜进前爱陪因食早顿，然后做礼拜，陪伴因做伙来参加第2场的礼拜，互因适应这成人的礼拜。我相信，伫青少年时光是咱教会未来。教会若无青少年，无儿童主日学，以后就无教会。你知影真侪美国的教会，伫关教会，为什么？无儿童主日学，以后就无青少年，无青少年就无这成人，以后就拢是老人，老人走了安怎？就无人，就关教会。这是真麻烦的代志啊，真伤心的代志啊！我相信教会未来是咱这青少年甲儿童。但是有一项真重要代志，虽然真侪人无来教会，但是嘛有人老人离开，年长的离开，到伫上帝遐，人数一定会减吗？但是有一项最重要的代志是，咱有在传福音无？有一个教会成长啊真紧，虽然嘛有年长的，嘛有青少年，嘛有老人拢有，但是每一当拢有信耶稣的人、新人来到教会中间做伙来聚会，所以因无惊教会人若离开，这正常。但是是一当有偌济人来到教会，这是新的重点。青少年时光面临真大的挑战。我甲一寡青少年牧师在开讲，伊讲伊拢害头啦，讲即马青少年时光上歹做。以前青少年就乖对无？叫你做啥你就做啥，
啊，即么青少年叫你往东，伊就往西。哦，你过去留台北读册啊，伊就去南部，真无简单啊！但是咧，咱爱开较侪资源、时间来帮助咱的青少年。其实教会对1991年开始，并且陈文庆牧师来做青年牧师。2000年开始，咱带约信牧师做青少年牧师。2002年开始有这青少年的礼拜。过来2026年的时有这尤克林牧师，才做成立这青少年牧区。我发现讲，咱的教会有真好的所在，就是咱有专职的牧师来帮助青少年。毋是每一间教会拢安尼哦。咱教会真注重青少年事工，因为知影这是青少年的未来，教会的未来都是青少年，青少年就是我靠这教会来栽培。我相信教会真注重青少年，但是爱伫青少年来甲因传福音是无简单，时代无共款，方法无共款，但是真理是共款。所以传福音其实是咱每一个人责任，无啥物通好夸口。保罗伫遮强调一项代志，伊认为讲传福音是一款责任，每一个人拢应该来宣告。若无宣告，有灾祸啊！这灾祸是啥物意思？毋是讲啊，上帝甲你处罚，你今日无传福音吼，互你中昼食物件落屎，毋是安尼啦。伊主要是甲因提醒，伫咱教会传福音的事工中间，你若无去传，就灾祸意思是讲，咱完全意思是讲，听到的歹的消息，听到一个无好的消息，就讲啊，凄惨哦，害咯，迄款的意思。这是有灾祸原来意思啊。圣经里底写有灾祸啊，我听到一个歹的消息，哎呀，歹啊，无好啊。这代志歹啊，凄惨啊！若无传福音，你有即款的感受吗？还是讲一天过一天？传福音是别人的责任，毋是我的责任，应该毋是安尼吧？甲你边人讲，咱每一个人拢应该传福音。你若无去传，就害啊啦！这毋免讲，但是有一项真重要，传福音。是什么样工作？是每一个人哦，毋是专门的人哦。啊，牧师啊，你是牧师啊，你应该传福音啊。啊，过来爱去宣告，就爱用宣告书课来宣告，是安尼吗？毋是啊。咱应该帮助新的一代青少年，互伊一个责任感，爱去宣告，爱去传福音。咱来看咱的暑假中间，去年暑假哦，咱有2梯次。一个到台中的教会，一个到伫法国去传主的福音，两队拢真尽心尽力。咱来看这法国的同工的分享。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到那边，我们其实有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叫做 Rise， 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衣服。这个特会呢，就是主要在做就是聚集各国青少年一起敬拜，然后为很多人一起见证的分享。然后我们有到不同地方，巴黎的不同地方去做宣教，去做传福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路从北法开到南法，大概很多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就大概在那边，就我们第一天就是先休息，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我们4、5天的宣教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意大利，然后我们有跟当地的教会交流，然后我们有去青年使命团，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基地这样子，然后我们有一些深度的交流。我大家问一个问题吼，那你的囝儿要出国读册，你会出钱未？会袂？袂哦，会哦。啊，恁后生、恁孙要出去国外宣教，你要出钱无？小可考虑一下，因为教会爱补助是哦。应该毋是安尼吧？我相信传福音是咱的责任，咱爱互这青少年嘛有这使命感。保罗讲传福音是我甘愿啊，我互这使命来亲亲来吸引。教会传福音的事工是每一样的代志。是出伫上帝呼召，
保罗讲：“我无运用我的权柄咧。”其实传福音的人，迄个时代，传福音的人伫教会，即教会帮助伊生活的需要。但是保罗讲：“我无用我传福音的权柄，家己编织了布棚啊。”你也知影，保罗虽然是宣教师，教会应该供应伊生活顶头的需要，但是讲我毋免，我家己来，我去编织这布棚。诚做我生活中间的需要，我无用即款的权柄。其他的宣教师、其他的使徒，拢有领这教会的帮助。因为保罗有一个真大的使命感，就讲我若向别人传福音，莫互这哥林多的教会人误会、误解。我是因为像甲四过，伊当阵吼伫教会真侪人四过伫传福音，但是毋着为着传福音，为着摕钱啊。这假的宣教师、假的这使徒，时常利用福音来趁钱。但是保罗讲，我莫互这人误会，是讲听到福音啊出钱共款，毋是啊。互这听到福音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莫互因误会，这是保罗拄开始所想的。但咱伫这个世代，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爱传福音。诚做帮人的帮衬。啊，有人讲青少年吼来到教会，咱能引带青少年来教会有好无？这是教会未来啊，敢毋是的？有人就讲，教会青少年该奉献，有啦，奉献无济对无？有一寡教会讲啊，青少年来到教会哦，拢在开教会钱啊，无啥好。啊，另外一方面的人讲安怎？教会未来是青少年，所以用足这方法去引真侪青少年来。反正人来愈侪了，以后互上帝来使用，互教会来使用，诚做教会帮衬。这两个极端拢无啥好。咱青少年传福音，这是咱的使命，这是上帝交代的任务啊。教会发展，当然青少年愈来愈侪是愈好。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的使命是每一个人传福音，不只是青少年传福音。当然，青少年听到福音了后，伊有这款的热情，愿意同学来传福音，邀请伊来教会，这是好代志。但是，毋通忘记，咱传福音是咱的使命，是主耶稣的教示。最近咱读《使徒行传》吗？伊就时常讲到，这初代教会信徒，互信心充满，四过传主的福音。这是无通好夸口的，这是上帝所吩咐的命令。第二项，为着福音的缘故，要诚做正人的路目。保罗讲，我是自由的人，无受任何人的束缚，要诚做正人的路目。路目是安怎？伫罗马时代，罗马是主人叫你做啥，你就爱做；煮饭就爱做。创啥物货，你拢爱去做，无领钱的呢。罗马是听主人的，但主耶稣呼召咱每一个人，邀请咱去传福音，咱敢有要听主人、主耶稣所讲的话，甲吩咐、甲命令的？我相信，咱爱回应上帝呼召。诚做青少年好的模范。伫教会中间，咱若鼓励青少年去传福音，咱家己无去传福音，敢毋是真奇怪？最近大家拢时行去日本旅行，对无？啊，去日本旅行真好无？好代志啊！我毋是反对旅行哦。啊，若招大家去传福音好无？有人就小可考虑。我相信主人耶稣吩咐咱的事，咱来照上帝方法传，毋通多想。咱看真侪艺人，最近的歌手、歌星啊，咱新闻拢碰上，讲叫伊做兵，伊无爱去对无？为什么？做兵是义务呢，是责任呢，但是伊无爱去啊，就闪避做兵啊，这毋是好代志啊。咱基督徒会当闪避传福音无？袂使。但是呢，要怎样传？
要加入真侪正来的路步，这是每一样的代志，毋是宣教师的代志。咱来看一个见证。我觉得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宣教可能就是宣教师啊，就是或者什么全职神职人员才能去的啊，我什么都不会嘛。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宣教可能对我来说很难。然后，但是后来回来我们才发现，就是其实宣教很多种方式，像是我们就是用跳舞来宣教，用跳舞来吸引大家的目光，然后愿意来听他的话语，让他来认识这个信仰，这样来传福音。宣教师有传福音当然正常，其实咱每一个人都会当传，少年人会当传，咱每一个人都会当传，照上帝收拾咱的文书。但是传福音中间的方法是爱真灵巧去运用啊，但是这观念爱先改变。保罗提起讲，我甲犹太人做伙，我就诚做犹太人，要争取搁较侪犹太人。所以你知影，保罗有行到咧无？伊是犹太人啊，有啊。最近咱看《使徒行传》中间有讲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在开一个会议，内容就是讲到，这外邦人、无受割礼的人，信耶稣了后，要像这犹太人同款行割礼无？毋免啊！你信耶稣有行割礼无？毋免啊！咱台湾人，咱毋是犹太人啊。这是观念啊。但是呢，保罗强调讲，我无违反这律法。我要诚做犹太人的时间，咱这犹太人做伙时，照着因的思考、伊的文化，尊重伊的文化，去甲因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毋是照着我家己意思。我甲你讲我甲你讲真理是安尼我甲你讲安传。你讲的真理无毋对，真是爱照着对方会当理解、会当了解的方法去传。所以传福音，你用青少年传福音，毋是用咱古早的方法呢。古早咱方法是安怎？但无书，但溪船无书，迄方法是讲弄歌啊、唱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对无？即马你安尼去传人讲你去写，佫无效果。尤其是用青少年传福音，所以咱运用真济媒体去传，哪会去讲我宣教咧？嘛是共款啊。爱用无同款的方法，咱来看这福音对因的见证。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法国的街道上，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他就是站不起来。法国的那个外国牧师就带我们去为他祷告跟关心他，然后也有给他一点食物吃。就看到他们祷告后，那个醉汉就直接爬起来，然后跑跑跳跳的就直接走了。就觉得刚刚他不是还就是站不稳嘛，然后怎么可以就直接走？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平常在教会可能比较少遇到这种，就是马上看到还有改变的那种感觉啦。我一开始跳第一次的时候就很紧张嘛，然后你会一直担心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你要一直去想，就是有点没办法好好的敬拜，因为这两支舞都是其实是一种敬拜，跟神一个敬拜的一个方式。所以就除了第一场就非常紧张，但就后面几场的时候就是有，因为它其实都是中文的，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听得懂语言，但其他人听不懂嘛。但是当我们跟着唱的时候，唱出那歌词的时候，就可以让我重新回到敬拜里面，就是不会紧张，因为完全享受在这个舞蹈，然后还有与神连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唱出来歌词，那个声音是带有力量的，还有我们的动作，所以就是把舞蹈变成一种敬拜。因为我一开始也是那种我很讨厌跳舞然后我一开始不懂为什么宣教要跳舞，我又不是去表演的，对。但后来知道这是一种敬拜方式，就可以融入在当中。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就是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因为我们男生是先出来跳，而且就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跳，就有点紧张，因为前面也没有人可以看，然后就是大家都是站得蛮开的，就是你动作你都要自己想好下一个要做什么，不然到时候你做错，大家都会看得到。其实跳后面几次，我觉得就可能进入到那个心流，跳舞的心流，就不会去想其他东西，反正跳错就跳错嘛，然后也没关系，然后就是只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照着之前练习的，然后去做。后来几次也都还不错的，对。然后除了刚刚的那些突破以外，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动作是要站在别人身上，然后一开始真的很怕，就是超级抖，就因为还要站起来手张开，你就不能扶旁边的，所以这也是经过很多次的练习才慢慢克服这个恐惧。我们在现场就是我们有些场地是空间蛮够，可以站一整排，因为我们有一个开扇动作。然后我们有一次在养老院，好像意大利的教会也都比较小，然后我们很容易打到别人。
然后就有点容易掉闪。但是那几次虽然场地很小，就是或是音响没有声音，就不够大声，我们要自己唱，有可能是这些外在的影响。那时候我们都是，就反而比可能过去音响再好，也没有跳的这么投入吗？就算这些外在环境不好，但我们还是有这颗跳舞敬拜的心，就不会受到外在影响，就反而更美好的感觉。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很紧张，就是怕自己会摔下来。之后练习比较多次之后，平衡感就比较好一点，就比较不会掉下来，然后也不会那么紧张。你有看，咱青少年无区是学生无区呢。正前咱的教会青少年是社青、学生拢做伙，后来社青来倍增出去吼，佮加一个牧区，社青的牧区。你要看这年龄层吼，我敢若是照年龄排呢。后来我才发现，上正边迄是拄国校6年，要升初一的学生；上倒边迄是大学2年的学生咧。照年龄排，有国中、有高中、有国校，无有国中、初中的学生吼。这就是咱的青少年牧区、学生牧区的这组成的成员。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拢有参加这届法国底选的活动，法国底选的宣告时间的中间吼。就是我们有帮忙他们，就是教会在这里，然后可能旁边有些住户，然后因为他们是住在很近，离很近，所以教会希望那边可以美化，就让他们那个整个社区不只是教会，就是它可以让邻居的房子周围漂亮一些。然后我还有帮忙，就是有拿那个电钻那边钻那个木板把它固定，然后超重，然后对有些人有锯木头，然后反正我就手超红，因为那超重，然后很用力的钻进去，对，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就以前不会是我要做这个，一定是别的男生要做，不是我，对，因为他们有在做无家者事工，然后他们好像会帮他们盖房子，帮他们组装衣柜。当地的那个牧者说，就是我们来之前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帮他，所以他一个人要弄那么多东西，就是很麻烦。带我们去采买那些植物，然后就回去，然后先把那个树的一些边边角角就是修的比较好看，然后再把那个土换成比较好的土，就是美化那边环境。他就说，就是我们来是对他一个很棒的帮助，这样对。咱去宣告团伙是照着迄个所在需要，迄无这需要，教会需要。伫咱的成年教会，咱青少年真侪团伙因方法，无论是透过拍乒乓。国校学生、国中生，伊来参加教会活动，拍乒乓的中间，拍篮球的中间来接触信仰，尤其是这拍鼓宴会。其实咱团伙因哦，不只是这无信主的人家庭团伙因的，咱也家己的囝儿来团伙因，教会内底人团伙因，真侪人吼，对国校到伫国中、高中、大学。厝内底拢信耶稣，但是无好掉伊信耶稣呢。但是透过这宴会中间，有当时咱咧小会问道理的时，听到这青少年讲：“你为什么信耶稣？”甲问，伊讲吼，大部分拢是伫宴会中间好掉，鼓励因决志信耶稣基督。所以宣告不只是咱出外其他国家宣告。咱对咱家己的囝儿，咱的细囝嘛要传主的福音啊！这是咧拍鼓宴会哦，在教会中间就是鼓励咱的细囝去参加宴会，互因信仰的起造。当然有一寡活动来吸引青少年啊，这应该是咱长辈袂去算的物件啦。吼，就这硕士啊、垂奖啊，或者牧区宴会来帮助起造因信仰。尤其是这小组上界重要，因为青少年普通时做伙上界重要就是共年龄的团体这人的中间，共年龄的人做伙会当欢喜唱歌，讲同款的语言，会当分享伫学校内底的代志，所以咱的国中小组，拄仔咱唱诗歌，迄群人是国中组的哦，毋是咱全部的这学生哦。是只有国中生的学生，过来有高中、有大学的学生。咱的帮站组织这个小组，就是因有机会招同学朋友来伫教会小组接触信仰、信耶稣基督。
咱嘛有数学班来帮咱，即无论有信耶稣无信耶稣，拢会当来听这数学老师来帮你解释这数学的问题。早上我们就是其实有一个分享，还有一个祷告。我们的牧者给我们1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去问神说：“神，你要给我们什么画面？”然后过10分钟之后，我们就讨论。然后我们其中就有一个弟兄，他就看到蒙娜丽莎。他们可能当时就想说：“哈，什么蒙娜丽莎？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什么奇怪的东西？”但其实神给我们他的应许是有他自己的意义。那我们下午我们走在街上，我们去看有没有学校，就是有可以宣教，或是有一些可以传福音的地方。那我们就走到一家店，那家店的店名就叫做蒙娜丽莎。所以我们就走进去，我们就在店里就是其实非常的漂亮。东西也很高贵这样子，然后多多就看到一个见证，神就感动他，就跟他说，神看我们就像看这些东西，这些商品都是一样的宝贵，一样的漂亮的。然后之后看这些见证之后呢，那些法国人就开始跟店员有一些沟通，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开始跟沟通，可能认识。然后他就问那个店员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你来祷告？因为他那个店员他其实他的家人他家庭有陷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虽然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愿意让我们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系列祷告，然后就是虽然语言有很多的隔阂，但是我们也透过很多办法，然后很多翻译，神也其实很感动他，因为就是你要为一般人祷告，别人可能他不信神，他没有认识耶稣，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神软化了他的心，愿意敞开他的心，让耶稣进到他的心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我最大收获应该是就是看见祷告的力量是多大，因为就在当地大家都可以很自然的去帮有需要的人祷告，就不像在台湾感觉会那么紧张，然后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跟其他人互动，然后就算问他说我可以帮你祷告吗这件事，感觉在台湾就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在国外感觉他们就会很热情，就算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会说哦真的吗什么之类的，在那里很多操练就可以感觉可以直接看到上帝的工作，就是亲身体会到祷告的力量，就算你真的没做什么，他们也可以很感动，就是因为上帝在这当中工作，祷告力量真的很大，是我们无法想象。好，我觉得我这一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更能就是把全部都交托给神。其实我们这一次很多都是，譬如说像启示性的祷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计划，就是祷告，然后你说到什么，然后就去街上看，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就找到就跟他传福音。就是你需要完全去信任神，你要完全去信任他，你才可以就是完全直接交给他，就是你要相信神会带领你，然后他会让你走在他的计划上面，你没有一定要就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这样子。传福音有一项真重要代志，就是祈祷。伫遮青少年咧操练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信心启示我往什么人传福音，我有什么机会来去传，是照着上帝意思，不是照咱家己意思。传福音哪参像伫个旅程的中间，毋是只有传福音，我甲你讲福音的道理的迄当时才是传福音的。传福音哪参像一个旅程的中间的，咱来闭慢心，咱来祈祷，求信心让咱出声。你要让这个人传福音，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时阵该分享上帝话，就照着上帝意思。有人可能就病痛得到医治，马上就信耶稣；有人可能30天、40天还未信耶稣。但是拄到困难时，上帝提起你的时，你该分享，伊就信耶稣。每一个人拢无同款，是照着上帝心意、上帝意思、甲上帝时间。但是咱有一项来提醒咱每一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第4项就是按咱锻炼咱属灵方面，得到荣耀的花冠。咱会知影。保罗用这运动场的比赛来比喻一个基督徒，咱咧跑走这目标中间，爱经过训练的、严格训练的。你要真做一个基督徒，属灵顶头爱操练啊！你有将你的性命调整好，真做一个真好的见证吗？你有参与伫这装备训练，怎样传福音吗？知影怎样去传吗？安怎传？传福音内容是甚么？所以这真重要啊！
所以咱邀请咱每一项第一项代志，你爱参与传福音的训练、宣教训练。你讲牧师啊，我袂晓再来训练啊。训练了后，实际上去传，那参就引起法国底选的这学生啊，册包啊下课了，册包啊放的，凊彩食一个物件开始训练，训练真久长的时间才出去宣教。伊必须要训练祈祷，福音的内容是啥？当地会拄到什么困难？迄边有什么款的文化，甲咱台湾人无共款的所在？这是要通过训练、操练、严格训练，这是会当出去外口宣教。透过这个宣教师夫妇来甲因分享，要怎样传？伫讲话要注意什么物件？哦，这是福音队。啊，伫台湾嘛是共款，我嘛训练这高中生、大学生，伫国内的宣教要怎样来做？这是要通过训练。所以在座咱每一个长辈，咱诚做青少年模范啊！我时常看到咱有儿童主流的底选，有青少年呢，2万以后，咱是哩无久嘛有真好的福音队来帮助其他教会、其他国家。第二项，你实际参与福音的事工中间。其实教会福音的时间有真济啊！我算算嘛，至少20几种的管道会当伫教会中间去传福音的方法。咱的教会真大，真济社区事工，真济无共款，拢需要义工斗骹手。咱办真济活动，若是只有活动无宣教，人袂用安尼信耶稣啊。但是有一项真重要的是。咱欠缺工人义工伫倒落，你有真好 idea， 真好的想法，啊无工人啊是要安做？有当时咱遮诚做做牧者的，啊是遮教会中间，咱有真好的想法，但是我念伊受到一个困难，就无人参与，无人愿意宣告，你是要怎样做？望咱兄弟姊妹，咱实际来参与这福音的事工。相信你当然在生命中间有无共款的体会。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就是可以改变不一样的路线。你可能就是放下你本身你自己的羞耻，就是神他要给你什么？我觉得要更多的来领受神，就是来到神面前问他说：“神，你要我怎么去服侍？”而不是说哦，我觉得这样服侍感觉比较不尴尬，或是这样比较不会社死。我可能觉得哦，这样比较好。但是就我觉得我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来到神面前，因为神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要你跳舞。他可能要你怎么样耍特技，不知道，就是为你预备。所以我觉得要来到神面前去听他的声音，然后神如果给你让你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不要以福音为耻，对，不要说哦神叫你做这件事，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尴尬，我不要去做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未来可以前去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学习聆听神的声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果可以多发展这一些事工，那搞不好我们可以在当中更多的学习，或者是我们可以在当中更多看到，就是哇塞，原来神有跟你讲那个哦，神也跟我讲那个，就是同感一灵，就会觉得哇，这实在是太奇妙了，也可以更奠定我们信仰的基础根基。我觉得我之后可以多学一点语言，像在学校我们都有第二外语，但是我学的不是法文。这一次去完之后，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学法文。我觉得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放下对就是陌生人的偏见，可能就是他很臭就不敢靠近他，希望可以克服的障碍，或是他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学习去包容别人，然后就是不要因为他是怪怪的人，然后就不敢跟他传福音。对，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学习的。好，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就是更可以实际的去帮别人祷告，而不是就在后面说哦我会帮你祷告，但他其实有时候感受不到，或是我有时候根本就忘记。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多有实际的行动去为其他人祷告，就不要害怕自己可能什么口才不好什么的，对，或是担心他的反应什么，对，可以更勇敢的跨出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上山尾无需要呼吁，咱家己属灵性命必须要有成长。咱要甲人传福音，真正有备办心无？咱的性命会当真做人所较无迄个人无？
哦，看到这个人讲，哇，信耶稣真好，哇，看到这信耶稣的人，伊性命甲别人无共款，所以咱必须爱调整咱家己啊，咱要诚做福音的见证。保罗讲，哥林多教会诚做伊福音的见证咧，咱有诚做主耶稣福音的见证无？我觉得我这一次去体会到的是读经跟祷告的重要，因为就像就是刚刚他们有人说，就是其实当你平常没有祷告灵修的时候，你真的要就是去跟神对话的时候，你是接不上线，你是没办法收到他要跟你讲的话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真的很重要。当你真正有需要听到上帝的话，真的需要他指引你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说话，这样你才会接受得到。即群青少年发现讲，我去传福音的时，其实伊传的是家己嘛得到真大的帮助，爱调整家己啊。以后搁去宣教的时，想法看法会无共款。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啊，主，阮需要你的话语，你的启示，由你信心大大充满伫阮的生命中间，伫有限的时间下面。有限的气力下面，阮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求你信心引带带领，使使阮温书气力，伫每一遍的服侍中间，认真打拼，为主做工，传主你的福音，诚做荣光上帝器具。主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来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